各位贵宾，因为今仔日是咱中华民国91年10月20日，咱农历9月15，也是咱老母娘的圣典。今仔日邀请咱大家来咱这个所在咱普教，尤其今日来这个贵宾以及咱的教官咱的父亲这个团队，会使讲互咱这个所在有幸前去不少，尤其今日有咱陈总统的妈妈陈老夫人陈丽玲，有咱立法院院长王院长，以及真济位立法委员助攻前呢，再搁有咱香港吴老先生，以及咱县长台南县县长苏县长，也有咱一贯的总会理事长，也有咱这个科技朱理事长，也有咱毛委员，以及咱恢复台南县恢复议长，以及咱多多王老先生，以及咱中市医护疫苗的这个感染人，尤其今仔日会甲咱大家来甲咱几个尤其咱道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这个理事长姜老先生代表感染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理事长法律总监咱韩建文书代表，有咱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世界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何老先生代表，有咱多方面的李先生代表，有咱前中华接手先生老蔡接手先生代表，有咱台南县办事处这个陈主任代表，新的府城工作基金会陈先生代表，有咱委员这江等苗老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咱陈先生代表，有咱新的建议陈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姜先生代表，以及咱诸位先生各位建文书、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先生，今日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个日子，所以先感谢上天有你生活的自由，以及各位长官贵宾及道场的前言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公赞义和圣人落实的这个理志，这是一个令人喜悦与感动的好日子。除了见证圣人的庄严与美好，更希望以德大家中华人民国家，让我们绝非不孝，和他一票的感恩与感谢。咱无注意大家叫我连上美与好笑达志乐。今天的活动经过顺利圆满，首先感谢指导单位有咱中华民国一贯的总会，以及台湾政府会，以及台南县政府及协办单位，我郑重
让你思量性德义，以特殊成中性单义，而性能将是爱智慧的协助，要有经济不规范的经济规划，全体有机的前学员，认真尽力的考虑，将社会无端过比改变，甲东方经济建立，并不断的配合，大家拢建设一个规矩，每种每一学员以贵宾而言，宾主不归，如为到当下一个不时今后湾来的永兴前毕业学员亲像美国转来的这些各州的美国的这些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这些，有菲律宾、泰国、加香港、越南、印地、诸多国际，拢是阮洋转来，会使讲这是非常的这个感谢，因为大家支持。甲肯定，互咱每一个工作人员特别最佳的鼓励甲动力，并感谢社会的庇佑，让大家多年平安而且欢喜满。对我们而言，今天是一个很意义的好日子，在我们的心中，不仅性能独成的喜悦。并充满着对于做投资、付出之方面的感觉，依照他的感动，以及甲上天体验的精神，这是一切的情况，天主世界，让我们经历受精华的体验，并且见证平安的恩情，相信今日会相长之前。领着大家对天道之团先发实践，对真理抗拒更加坚持。几十年来，咱台湾因为经济高速发展，以导致需要过去的这个生活与条件，引起造成社会结束的这个混乱甲失去。社会在挂对顶面。在这个分裂中，虽然失去了金钱、物件，将这个以前物件，将我们的心也会相对，因此，我们平均看到每位前年、前会改变，多年经济环境的良美好的。发展付出，互相的关怀，在培育欢愉的环境中，支持保有自健、纯正与良善，并且能够发挥幸福国家的精神，护法之间，让分爱的经验以一个公平的平台，为维持人心，引领出正确的方向。当真心多年的生活，道德普传于世间的时阵，互我相信未来每一年拢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住的世界就是变化吧，变好。在此呢，互我继续鼓励中华贵宾、各位老前人、各位前人、各位乡亲、各位同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互我在此特别代表着天的二性能单位，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慷慨，咱幸福如意，祝福各位上谢谢。感谢的主席恩赐的弟子不能理解的咱们来感谢。再来，有请的天的。
请入来接地图。现在来一点点就好，都是。各位前人各位选班师，各位兄弟姊妹道具，今天是新风送爽，9月15，在我们天道人这个秋季大典一个短期的日子。那么同时义和圣王今天大典这一天开坛，我代表香港新义的心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盛典，我很高兴。我首先向陈先生新义圣王的陈先生高显的师还有其他各位感恩，我为他们之类报喜。我们老先人追求到现在14年，我们大家都是新义的同学。那么在这个14年之中，我听到很多人报答先人，那么怎么报答呢？我就不太详细。那么今天我就看到义和圣堂，我听说不超过10位演分师，大概是8位，也不过14位。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在这个关于热爱中国美国。除了都是国外交流点迅速开往，也就是这个义和圣王的各位兄弟姊妹，幕后中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用实际的案例除了行动还有在台楼下等您，谢谢。报答和谁？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来宾和人士代表在台楼下等您，谢谢。中国光年的说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有请遗失OK 6银色的手机，如有时候请自助开口出台，谢谢。听到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口头的，而是由我们实际行为表现出来。今天我看到内部好多些人教导我们，也没有不上线思维的。那么我就不讲了。后讲最后
装贴华人出去。谢谢各位。家里刚才跟多少这个毕业做的开机，是来自的多的，一般都到这毕业，依然做的开机。并且咱以为现场来讲，多还是多的，一般关系了就是满国研究，而且虽然咱大家在座一点点相相的当前的是我老先生开始，接下来中听人一欢迎王义九今天在地干弟子，将来一点点立法院院长黄金平先生，请欢迎女将黄金平先生。台南一中毕业学长。那个优秀的人，当老先生，主顾先生，那一贯的传统中北，那个老先生同一时期，那个因为勇敢。老先生，咱各位老先生，各位养人书，各位咱的同志，各位咱的同心，咱的小环境，各位环境，大家在水中中都是服务水平，一直着咱的国宝，是咱总统的领导人。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班长还有来宾主持人，各位同志，开会讨论，各位方先生，我们是一个经济实体。我老先生一话就来讲，像一贯都一年有4个这个话题，那别人是什么休息，就是日记。咱有性人，一旦有着相互的技能，那么来对有性人也有语言减少、语言的这个能力，因为咱们虽然不一样，做来参加，有性人收入咱家的性格来管理来讨论，那不敢刚刚管理。咱有些人经过我们这些事情，政府呢，加上收入，那么变这条边边在进奖来中国，还是给时啊，这条呢，是我们自己，那么出现，大家的利益。所以，在咱国人民中间分析分裂，提升问题。大家呢，咱讲接刷检查，那么最后咱讲处理管管来完成咱性格的应用。今仔日，咱来一面了解的，就是说真正规模，真正到位。真正多元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所以呢，这是咱大家众人管理，就是前论会比那么共同，那么达成的那些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给咱开始来利用，那么伊就是有伊的舒适的一个地方。还是在咱国教上，还是特殊的一个方面的。咱大家所在，一般的，那么导致呢，已经将近200万户，200
道，那么这个道义、道法也有心，它也有根。那么从原来读的，从原来修心，那么一旦能够进行这样子，达到不离相合，达到净化民心，和一切目的，咱人才是咱保留的基地。那么佛菩萨给咱们教导下，咱哪个咱记住了，他精心满意，并且这样以后一些心，那么我们心给他清净，大家也让能够扎力来以后听到，我们小的基金这样讲，达到已经修和、经安和一些变改，那么那有些人分析都是谁添加重要的以后，你把看来努力就让有些人重要的有要平衡，那么给让他利用咱所谓百姓，利用咱所谓咱这母亲工作，咱所谓对边，各位同志们的，各位同事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不落意外，惯到的动物更加精进，更加发挥，多谢各位，感谢各位。咁咱有機會先翻嚟嘅歌嚟希望以呢種嘅歌嚟支持嘅會得嚟交流嘅都會做啲其他嘅會得好好嚟支持嘅家己，好好嚟寫咗啲性格，生活嘅啲方面會得到咗啲變化，加感謝咱同啲真係歌嚟感謝。接下來在中間嘅所環境嘅換地大嘅地圖他係以這個家來中間環境。大會對些政府的指標咱高標電碼，以及咱電話的同意表，以及校議會，咱一貫的經濟總幹輔導前人，從基礎表，從前人，以及咱科技基礎表。咱管理會做儀表，為了照顧大家對護理儀表，咱功勞建立，以及各位建議，各位家長書，各位父親，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這個日子是一個偉大的日子，對咱是一個核心來講，今日是咱老母娘靈靈上帝聖誕千秋，也是咱一年一度修習大典，更加讓咱感覺無限多元的所在，就是咱新灣山義和聖堂，而且正式落成的大典。我相信來自全國各地咱地方的父親。今日心內抱着無限尊敬、感恩的心情，來到咱新灣山，看到這種這樣偉大的建築。
江传书，各位道亲的奉献、付出之下，伫台湾、伫过去南华、保公性能，甲一贯的保公所，伫遐遐尼伟大的建筑。 会当做伫台湾湾，另外一位，互咱非常认真、尊敬的一贯的人民国的信仰中心来建立，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 真感恩，会当通过咱后前期甲各位道亲的付出，伫咱台湾湾上界水的风景区、乌山头风景区，伫咱全台湾上界历史悠久，也上界重要的水库乌山。 新湾山以了性德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性格，这是咱台湾不仅是咱的道亲的公园，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园。这是咱一个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呀！ 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道亲，所有贡献牺牲的江传书，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尤其这个。 乌山头风景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员工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以及伫咱隔壁高级艺术行业。 要甲咱这个所在的风景区游客，要来做全世界的运动，吸引国际的观光客，甲这个游客会当提高超过100%以上。这游客来，除了看咱乌山头水库之外， 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咱这个游性德，咱新湾山这个一贯的信仰的中心。所以我相信，未来伫这个所在有真侪人应该会当得到咱一贯的。 咱这道理、信仰的真理，会当互这个社会因为各自的付出，更较祥和，更较安定，每一个人人生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而且向咱后人政府理事长。 各位江传书，各位道亲，表示十万分的感谢，恁的付出，互咱这个社会的一个宝贵的资产。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道亲，以及咱的贵宾、咱的国友，分
另外，我兵会李家的都用来直接表示咱双方的关系，尤其咱国会领袖，咱王议长，就在今日就来这个所在，甲咱关心，咱家的甲咱国表，甲王议长来表示咱们的感谢，多谢，多谢，多谢。多环境的大会报告，来宾听友，来宾听友之间，请释放的有老谢谢。那么我们自己新闻方面都是提醒，比如说咱以来政策的当中，也是咱另外推翻新年上干的举措，嘛是我咱另外设一个标准信息上干的所在咱环境的一个支持之下呢，希望咱这个足紧的会当来临，这个所在就在我们感谢的跟这个所环境来去的这个来感谢的。就看来咱的中间的中华民国100多位王理事长分别在地，咱记住，请伊个感谢，中间咱记住。这是咱大家看到的，
就像换个民国这个电影上的时候，然后反起来，我们的香港文化关键方向，经济在啊，高质量，加那种经济的方面，尽量是分先做的，基本上呢，经济啊，将资源扩大起来，在公共交通稳定先要人少，不可落实的一步，人民不是动力，更是让换得这个新手开发将来的好的影响。今天的鸟。注重这真情，他对真情，努力我上当年疯狂自强。还有，很多地方，无地在咱是在变，由于老这年轻方面，无法的东西，无法的。一般呢，都从发展的各本系，高压民国的明白，支持不单位，改善任务化一改变，到前也已经有变化了。今天让你和政府落实，可以进入。人才的会议，电脑平台如何共同这些导致发展呢？当地人说了，这样才来，它主要更加繁重，更加科幻科技这方面呢，是我们啊努力一定要设计，以后宏观经济是高一栏中华人，是以前的人文化学术重点，是用服务平咯，有修正经验就是有咱中国新闻的新闻方面，发展文化，包括实验资源问题的经验，积极修理下列。各界的新闻比较，依法进行的世界的是终极条件，共同大家的理解。最后，提出咱政府的文化共同，作为中华对健康方面思想支持，作为老人民在理念中。首先，我们进行沟通，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也是有自己的开始，自己说的自己的同学大家心里的这样的意义，这些帮助是买到我们标杆与未来，不断的首先。所以，咱哋这些在旅游、当地达到了做这些统计，这些所在，在国际的相关的当地的都积极性的做有关的这些再来呢，咱哋用这个科技的主力途径都是在这个历史，像什么地理的像用这个技术性的历史。奥义
会当付出给咱换得给厝的所有人面前的经济，给他拍的给他落去来做这个净化人心的这个工作，做这个社会会当给他更加上助。这个所来，咱议员就带过伊个掌声来感谢咱这个有志有景在这个掌声来感谢。再来呢，咱来中间的这个考虑规的这个水情来这个咱历史，咱伊个掌声来中间咱历史。大会主席就定义，咱的王秘书长来陈方干，咱的王秘书长以及咱的助理处长，咱各级助理处长，咱所有的监理、监办处、关主、导师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晚会来参加咱咱第一个议会这个正式来开幕来启用，看到这个舞台的景观，以及展览馆，这个特风景区多少清楚这个所在，差不多这个交通外的真重要的观光地区，一定会从展览馆。这个观光公考带来民族的高调，除了这比着展览馆的布局之外，我相信咱的经济如何进程的体育，嘛会当互咱去贯彻咱在核心另外一个经济架构的一个所在，所以很欢迎咱这如何进程会当进行。来开个会哦，这次机会来满大家所有的热心的，大家会当一起一起，咱这个开支持会当发扬光大，咱这个热心朋友每一个人会当以咱的精神精神之下的大家都会当去表真好。这个意义，而且我们祝福咱所有的各位，咱这个热心，大家一起感谢，谢谢。刚才咱好贵的这个呢，这个我哋我係到底咱这个天气这个加呢就当前咱好贵的努力的地。加上第一个在刚才，再来用家的多功建设经济里面来讲地址，加第一个用家里的地址。在波浪的领导之下，办好新经。
条，由于有咱香港黄老先生伫保持合法坚持的理由啊，伊大家者今仔日也是甲旅游现场，我相信。